請我哋全國同胞。所以日本咁一嘅總係侵略，如果不行，我哋19路軍終現時係犧牲晒，亦係請我哋全國同胞嚟聯合一致嚟抵抗呢個。你哋個個應當做一個好細蚊仔，勤力讀書嚟。我哋個個咧係唐人細蚊仔，個個要咧愛我哋中國嚟嘅咧。你哋個個明白咧？而家我哋係放學啦，你哋個個可能瞓屋企，起身啦，你哋。20、40、60、80、100、120、140、160、180、200。多謝啦，唐。好啊，好啊。東京無線電響早上，響朝頭早7:50日本嘅時間特別廣播話，日本天皇會響今日正午，日本時間係星期3，響無線電播送佢嘅敕書。嗰支歌又唱啦，咁我哋係咁嘅程序而整好咗4個格啊，到嬲尾個格嗰陣時候咧，我哋嘅英雄再問嗰個嘢，舞蹈嘅真義係乜嘢啊？嗰師傅一講嘅時候，我哋將佢嗰個錄音帶啊整亂咗佢，所以佢一講嘅嘢嘅時候變咗。我哋能照住三民主義呢種嘅方法，呢種嘅精神，大家同心協力就救國咧，咁就中國就可以反弱為強啦，轉貧為富啊，就可以同今日啲列強嘅並駕齊驅啦。讀出你嘅答案。東東學武術，老師傅教佢用拳打過去叫勾，兜胸打過去叫掃，由下向上打叫鬆，用手爭打人叫做蝦，用棍打叫做抽。唔知點解聽完覺得好有創意，但係究竟啱唔啱呢？請睇正確答案。哎呀，我都話㗎啦，聽落去好似好有創意嘅，但係啊。